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六弟，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想要掠着查甫人心，爱先掠着伊的胃。真济女人，迄个这句话骗一世人呢。你敢有看过对一个伫外口偷吃的查甫人，是因为迄个小三做到主角？一见心中心的第一天，耶，过工。哇，我好强！来，看咱课本第5页吼。来，咱来看这。来，今仔日恁甲迄诗作写到第10页啦，对第5页写。老师，我10年前的时阵，因为事业的关系，我就同阮某离婚。真有意思的一个画面，这一卡想要甲头前迄个人踢落，其实是毁了家己。你以为伊挡着你，其实伊是咧甲你警的呢。未来的世界一定无属于明争暗斗、假仁假义、诡计多端、尖酸刻薄的人。你是属于善良、知影合作、知影感恩、知影分享的人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这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爱看。留伫 Camper 明白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今天要来尝试用旁白的方式开箱动漫珍藏，因为我动漫的周边太多了，整个开完可能要1个小时多，所以我选了几个我比较喜欢的动漫珍藏来开箱给大家。那废话不多说，就来开箱喽！首先要开箱